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今年的寒假伫21号来结束，22号上午迎接了全国的国中小学的开学。为了了解校园的防疫措施甲小朋友开学的状况，市长委托22号上午特别来到中西区的协进国小视察。会中以甲入学学校的学生拍招呼，也特别到教室内面举办简单的有奖征答。市长表示，除了防范武汉肺炎的疫情以外，因为勤洗手甲挂嘴掩，也让其他的传染病发生率有效来降低。我想，今年已经不是第一年我们面临疫情，开始做一些防疫措施的准备，所以大家不管是教育单位、卫生单位、环保单位，他们都已经相对的比较驾轻就熟。这个部分很谢谢教育局、卫生局对于这个同学戴口罩，还有做勤洗手、做好防疫措施的这个要求。也谢谢环保局协助学校来整理校园周边的这个环境。那么我想说，从去年109年，我们因为疫情开始一路下来的一个防疫措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不仅是 COVID-19 我们守得不错，事实上其他的传染性疾病，包括肠病毒，包括流感，还有包括一般性的呼吸道疾病，事实上的发生率都大为降低。因为现在拄到欠水的状况，所以如何伫欠水的情形也会使做好勤洗手的措施，也是教育局要努力的目标之一。今天开学日市长非常关心，那我们呢也会再检视一下学校在防疫工作方面的准备度，包括环境的清洁，另外蛮重要的勤洗手的那些步骤。那因为是在这个旱就是一起要抗旱的这个阶段，所以洗手我们也要希望能够节水不能因为说这个因为这个缺水然后都不洗手，其实这两个中间是可以取得平衡的洗手还是要，但是我们洗手也要注意到怎么样来节水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来看看学校对于学生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情况。我想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这个防疫一定可以做得非常的到位。教育局提醒，针对开学后学校的各项防疫措施，需要家长来配合，也希望家长会使主动关心囡仔的健康，会使落实学生破病就莫上课，并汇报学校看医生的结果。学校甲家长共同来防疫，共同守护大家的健康。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地震是台湾常常会发生的灾害之一，中央政府为了保障民众的性命财产的安全，这几年拢积极推动主体的内政补强补助的政策。有需要的民众经过相关单位的评估后，就有机会得到政府提供的相关补助。台南现在也通过了第一案的补助，位伫文安里的40年大楼，会使看到整个地下室的状况非常的无好。补强的总经费需要449万，将由政府补助85%，剩的由居民家己来负担。整个工程也伫20号上午正式来启动。文南里呢这位这个如意大楼因为迄个距离地动了呢，下骹地下室呢一寡伊的架构拢看到铁啦，拢看到铁足严重的以前拢安尼崩足严重的当然呢，我就因为进前有叫别人要来做但是呢做大家自互开会，自互大会了后，讲这做了呢一定做袂好势。当然呢，我感谢咱市政府呢、台南市政府呢，甲中央的政府呢，互咱的一寡大楼、较弱势的大楼有这个机会来申请这个专案。这大楼时间偌久要差不多40吨所以非常老少所以袂甘去有一寡地动是落大雨地下室拢积水里长大概烦恼登高了呢，就惊地下室拢去顺看，惊有积水所以感谢咱市政府互咱这个住户大楼呢会当个更新的部分感谢，谢谢。住伫遮10几年的民众，对着这个工程会使正式来启动，非常感谢政府甲议员等人的协助，希望这个工程会使顺利来完工。
这会使用吼，啊，佮拢啊，佮一直甲大家住户拢爱沟通，爱有哪家己爱先收一寡自备款起来，较我度做，系啊，大家拢真配合啦，大家拢真配合，啊，你对我做到3工，安尼，啊，今仔会当完成，啊，政府嘛是有核准啊，讲会当补助的金额，啊，所以85%，啊，会当才会当来时间来做，啊，这算有咱大家拢真有福运啦，真有福运啦。但也因为这个案件对开始送件到现在开了2年外的时间，所以也予市员蔡小辉建议市府会使将流程来做调整，让民众会使更加简单来加强主体的安全。这个案子已经努力了2年多，很高兴说国政会顺利把金额拨下来。那整个改建修建的一个过程，有补助了85%的那个经费300多万。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申请的能够让市政府能够更简化，让一些危楼能够在对转的时间内达到他们维修整建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也谢谢中央这次的补助，让我们的住户只付的15%的一个经费。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让我们台南市很多的危楼能够得到一个维修的状况。内政部现在也委托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专案办公室，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想要办理也则是了解的社区甲民众，会使由着专案办公室免费派人到社区进行说明，协助改善民众大的安全。台湾新闻郭无义采访报道。陈进华老师伫民国60年成立后甲高中服务，担任体育老师，以骹球专长率领后甲高中学生到处参与国际骹球比赛，拢得到好成绩。一直民国86年为后甲高中退休了后，也是关心弱势学生就学状况，办理多项公益活动，持续出钱出力协助台南骹球运动发展，互人感动。这次伊又搁捐赠50万奖助学金，希望会当互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唔免搁烦恼学费的问题，预计将会当帮助到上百名弱势学生。我离开了后呢，我就认真去做我家己的事业，然后小有成就的时阵呢，我认为讲有赚到钱了啦，无啥物佮其他的，我就想安尼较做一个有意义的回馈哦，我过去曾经培育我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学校，然后伫这段时间真幸运啦。上帝嘛算是很眷顾我所以变做讲我有伫这段时间有就在社会层面上有赚到一点，所以我就尽我可能的回馈，所以我就答应学校每年我都回馈他50万，一直到我不能回馈那一天为止。市长黄伟哲22日嘛特别出席捐赠仪式，感谢肯定陈进华老师的善行奉献。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后甲国中，感谢陈进发老师，他能够捐赠50万给学校作为学校的一个使用，也帮助50万作为一个奖助学金。那我想说这个地方特别谢谢。后甲高中校长陈瑞英表示，陈进华老师成立奖助学金，每当帮助后甲高中家境清寒的学生，嘛鼓励成绩优的学生努力上学，争取奖助学金。学校除了感谢陈老师的善心义举，也表示一定要充分妥善运用善款，加惠学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台南市政府去年底尾月取消，趁着新春疫情小可舒缓，22号中昼特别举办甲媒体新春春酒，邀请各大报社、电台甲电视台媒体、歌赞共同聚餐。为了遵照防疫的观念，时间嘛扩大距离，原本每桌坐10个人，嘛缩小为6人座。市长黄伟哲希望新的一冬。疫情会用赶紧结束，全体国人拢健康。之前尾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说大家没有办法能够举办，所以今年决定要努力一点，把春酒做得更好。那所以等一下有很多奖项，有很多开心一起唱歌或者听歌。那所以说唱歌听歌最好，那讲话越少越好。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尽情享用美食佳肴。那祝福我们牛年行大运，我们国家平安，
这个经济发展，台南市也都能够市政昌隆。祝福大家，谢谢。现场除了邀请在地乐团唱歌演奏，另外嘛摸彩来助兴，包括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甲所有市府以及主管拢亲自出席。时间甲媒体互动，场面热烈。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农历正月初9天公生，永康天公庙武良宫伫个初9的主时，依照古礼举办祝古大典，由主任委员王大明甲第年的老主陈进义担任主祭官。到场祝寿的还有立委林义锦、市议员林阳仪、李定国、甲永康区长张瑞明，以及济济信众，依照古礼行3规9Q手大礼。9Q 手。10Q 手，11Q 手，12Q 手，请跪咧吼，请跪咧哈。温庭祝古寿文，用上帝祝古大典，虽然疫情安尼，但是我看今仔日个人潮相当的多，因为今年配合政府的政策。这个所以来咱庙方，这个祭典每一位咱庙方拢有发口罩。上主要的，当入来咱庙内，咱拢有2台热感应，配合政府的这个疫情防范。永康天公庙武良宫的主委王大明表示，原本春节期间，庙方拢会举办歌唱加写生的比赛、订元宵的活动。不过今年因为配合防疫，大型的活动拢取消，只保留办发财金、点太岁光明灯、加祝寿大典。因为到场参与的信众也是袂少，庙方配合防疫，现场嘛来发送喙罨，希望疫情会用赶紧去除，互民众永保安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南天府自民国72年起办理元宵约定梅活动，举办38档以来，是南天府信众上期待的活动之一。但今年因为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庙方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决定将今年元宵约定梅活动停办。不过，点灯祈福的活动也是会持续按照往例，邀请地方首长担任点灯官，为国家祈求天灾远离、人民平安。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的元宵呢，今年对外的点卖、食这个摸彩、歌唱种种的，遐拢停办啦吼。但是为着这疫情呢，咱嘛是要延续着点灯祈福，因为这点灯祈福，咱南天府到即摆已经23年啊吼，所以这真重要。尤其这个今年的这个疫情所以咱呢，这个要来点灯祈福。嘛要请市长来做点灯官，重要就是要祈福这个天灾远离、瘟疫聚消吼，就是这个疫情紧好离开，互咱呢这个所有的百姓大家当安居乐业，殊荣工商拢会当愿心利尽吼。这个祈求这点灯祈福的意义伫遮真重要啦吼。疫情期间来到庙内参拜，庙方嘛做好万全的准备，就咧安排量体温。酒精消毒，甚至阁有亚克力隔板等防疫措施。为疫情呢，来这庙里要来参加祭改，拢即个戴口罩吼，阁即个量体温，用实名制啦吼，互即个所有的信众会当来南天府呢，会当真安全吼，来配合政府
的这个政策吼，所以委员会呢阮也真重视这个代志吼，嘛欢迎大家这个来南天府咱的天公作者来这个祈求天公南天府新的公呢来甲咱庇佑。今年的点灯祈福大典将伫咧国历2月25暗时9点，伫台南市东区南天府举办。庙欢迎信众来现场观礼，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保护，挂喙安，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共同来对抗疫情。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由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甲马沙哥理性宫主办的2021年绿伞环迎马沙哥的新春地景，邀请云林北港的丁家师傅吴登新来制作福禄寿、三牛分顶的主灯，以及济北的地景艺术，结合马沙哥的3D 彩绘村，目前正伫马沙哥的庄仔内展示，希望吸引游客到场参观。马沙沟3D 彩绘村呢，在我们2017年呢隆重的开幕。那我们总共彩绘呢有36幅。好，那风管处呢来我们马沙沟画36幅3D 彩绘。那后面呢，因为一箭双雕的关系，我们又增加了2幅，所以我们马沙沟总共有38幅3D 彩绘。那结合呢，我们这一次今年扭转乾坤的议题，那我们风管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管处呢，那在我们马沙沟做这一系列的花灯，然后还有地景艺术的部分，来结合3D 彩绘跟打光的部分，增加呢我们不一样的3D 彩绘村的情景与风味的部分。除了大型的地景艺术，另外暗时还有花灯加精彩的光雕造景。市长黄伟体嘛选伫咧初9天公生1天，到场来发送灯笼提灯。因为限量只有1000个，欢迎民众在元宵节进前，拢会来到场参观。发这个提灯，你可以看这个提灯非常漂亮，是由我们云嘉南风景区跟马沙沟社区协会李圣宫马沙沟的李圣宫立信宫管理委员会一起来举办的做得非常非常漂亮，脚还会动哦。所以呢，这个不过这是限量的这大概只有限量1000个。那我们很开心做了这么精致的这个牛年提灯，我看别的县市都没得比，所以别的人如果要来 PK 的话，欢迎你来，欢迎你放马过来不对，放牛过来都没关系。除了花灯、地景，另外渔村内4界拢充满艺术，有艺术家以漂流木打造的竹浪艺术，清水宫的祥云瑞马要平安，烈士宫的时来运转顶。登记到3月1号，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平开台天乐宫迎接2021年郑成功迎请妈祖渡海开台360周年的纪念，举办系列活动。新春期间，邀请刘聪慧甲徐玉梅翁仔某共同以水为主题，举办彩墨创作联展。这个是伫咱的疫情中间相当有意义的一个发展，因为伊的主题是水，含土地，含咱石头这个无形之间的那个感情，跟它的起落，互咱会当来遮好好静思，甲咱的心情甲沉淀下来，伫这个疫情的冲击的时阵不要再往那个迄个压榨啦，迄个受过迄个环境来影响咱的生活，所以这个活动相当的好。其中刘聪慧老师以台江南琴，将安平的土地甲水为主题，穿插伫个现实甲历史之间，讲到台湾的黏土情怀。而徐玉梅老师，这是以水照精研的永久加流行的对话，将淡薄太鲁阁的水照透过画笔描写伊的动静加气息。自一开始我画图我拢有一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我会当时就是这个主题画数我就无搁画啊。唯一我会继续搁一直画就是安平甲台江遮，就这个主题我已经安尼延续画1-20年啊。甚至区长搁交代我讲，搁用余光豆、余光六景，搁做一个主题，搁再画类似像这个6张的连作，
迄6点的连锁我就是用安平的土地，甲安平的水的关系，啊，家己做一个时空上面变化的一个叙述，所以拢用对比的，就是讲消长聚散惊喜潮汐这个垂直这个变化，用安尼来做表现。发现我们这些台湾我们上这些石头，都是有千万年的历史啊，那会觉得我这些石头让我有一些感动，就是说它是在这么样多时空变化里面，它一直长存，然后展现它的坚固啊，它的美，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对花东的，就是太鲁阁这些的水跟石头产生一种很深的情感，觉得水石的缘。跟我们人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好像一种，我们有时候是萍水相逢，可是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次的采木连展对今日起一直展到2月底，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机会，到安平开台天乐宫的香客大楼来参观。台南新闻林英根、何乔邦采访报道。听说只要用科学来做料理，就会更快达到神厨的境界。比如说梅拉反应，就是吃了不会拉肚子哦。那老公是没那反应啦。不是教小朋友做菜，也不是探讨食安问题。由公共电视台制播的《神厨赛恩师》节目，尝试以跨领域的方式，由主持人纳豆带领小朋友探索厨艺背后的科学道理，让生硬的科学变有趣。我是制作那个神厨赛恩斯，然后它是一个就是科学跟厨艺结合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儿少节目。对，那因为就是说我们做这种怎么说，就是难度会比较高，是因为说一个就是比如说做菜的领域的人跟科学领域的人要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个就是比较困难，在统合上面会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话，我们要如何把这些领域统合，然后呢，又要让那个小朋友可以就是又好玩，然后又轻松活泼的，就是可以对这个节目然后很有感觉。比如说像我们中华料理就有很多的料理单字，那这些料理单字的煎煮炒炸什么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有以一个这种料理。就是料理单字的那个一个背后的科学原理，然后做一集的主题。只是说大家在做儿童节目的团队呢，都是在做都蛮困难的。那尤其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挑战一个，就是你就算做再精致或是怎么样，就可能就是会挑战小朋友的收视时间。他们或者是他们的收视平台，对，那个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做电视节目，那如何要能够让小朋友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很轻松愉快，对，或者是会主动想要去收视，在网络上主动想要收视，这都是我们要在努力的地方。恭喜！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5星节目，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同时，媒观也特别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5星奖活动，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